议员王金德表示，以惠阳街151项、161项中央的厝后沟污水工程，原本5天前就爱做，结果一直拖到今拢无下落。议员质疑，刚一摆20几号拢真配合，都1号无做，后面众的质疑，敢是挺性还是特权？而且更毋是个案，包括安和里、安庆里、甲丁安里等拢有，要求尽速改善。丁安里嘛有，安庆里嘛有，咱几排吼拢跳了，多存1号，啊，雨大拢伫上尾啊雨，伊若第1号就莫管尔，伊毋则毋莫。多伫了雨，伊这雨无处理，头前遐拢袂当处理。啊，人话4当前，咱就跳了吼，足听话足乖，咱就家己拢跳了。啊，即马换即马才跳了，咱咧怨咱讲，是那这雨有啥物套钱无甲跳？哦，所以这造成民怨啦。哦，人20外号拢配合啦，啊有1号，人讲咱纵容，还是讲以后要有啥物特权，我让怪咱市政府啦。公务局在协助的部分哈，因为他这口哈，最后这一户，因为他的土地所有权人变更啊，那所以从去年我们查处之后，因为他土地所有权人变更到，因为这个他公务局必须重新开发重新发力那个处分书哈。啊，即马为上新的进度就是6月初已经讲啦，啊到6月30这天，开始是阮的水利局甲工务局这边家合作会进场再去做这个部分的拆除。我想在这一侧的用户接管道，我们后续就会陆续会进场来办。另外，溪东主办中卫区内地风池，因为当地患了热天一高会产生天高热危机，所以向议员王金德申请。议员会中要求市府水利局参考高雄的经验，伫地风池顶面增建立体停车场来充分利用，卖当疏解当地停车问题。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这样的一个设施啊。